喺 TVB 熒幕上面，李家鼎鼎爺係觀眾耳熟能詳嘅老牌揮骨，拍揮幾十年，塑造過無數經典角色。硬朗嘅熒幕形象，紮實嘅演技，令到佢成為好多港劇觀眾嘅童年回憶。熒幕之外，佢一生跌宕，飽經風霜，踏入81歲高齡之後，更是接連遭遇人生多重打擊，一度跌入人生谷底。至親離世，家庭風波纏身，長期受頑疾困擾，多重壓力夾擊之下，呢位一向硬朗嘅老揮骨終日鬱鬱寡歡，食唔落飯，身心狀態大幅下滑，令唔少觀眾同圈中好友都非常擔心。好在喺人生最黑暗嘅時刻，細仔李榮豪同新婦林如謙一直不離不棄，貼身照顧，悉心開解，用日復一日嘅溫情陪伴幫佢嘔散陰霾，令佢慢慢擺脫病痛同心裂，重新過上安穩舒心嘅晚年生活。早前好長一段時間，李家鼎深陷人生最黑暗嘅時期，接連嘅打擊令呢位八旬老人不堪重負。首先係相伴多年嘅前妻思明不幸離世，至親驟然離開，對李家鼎造成極沉重嘅精神打擊。晚年喪至親，巨大嘅孤獨同失落感纏繞住佢，久久都無法釋懷。禍不單行嘅係，當時李家接連爆出家庭風波，種種紛爭纏身，流言四起，繁瑣嘅家事糾葛不斷消耗住老人嘅心力，令佢終日心神不寧，鬱烈難舒。精神上嘅沉重壓力，進一步誘發咗身體嘅舊患。李家鼎長期受慢性腸胃炎困擾，情緒低落，思慮過多，令病情反覆，越嚟越嚴重。嗰陣時嘅佢，完全冇咗往日嘅精氣神，日日悶悶不樂，對所有事都提唔起興趣，更加係食唔落，瞓唔着。長期少食少眠，令佢身體急速變差，體重暴跌20幾磅，身形變得孱薄消瘦，原本飽滿嘅面頰嚴重凹陷乾癟，皮膚從此暗沉，成個人憔悴不堪。當時流出嘅近況相入面，身形孱薄瘦弱嘅李家鼎，眼神黯淡，神色微微，完全現唔到往日熒幕上面硬朗霸氣嘅模樣。佢憔悴嘅狀態，令一班資深觀眾同圈中好友都極為掛心，個個都好擔心呢位老揮骨嘅身體同精神狀況。正當李家鼎陷入低谷、孤立無援嘅艱難時刻，細仔李榮豪同新婦林如謙義無反顧擔起照顧老人嘅重任，成為佢黑暗入面唯一嘅曙光。面對外界嘅流言蜚語、旁人嘅冷眼旁觀，兩夫婦一直憑住真心孝心守護喺老人身邊，無怨無悔，不離不棄。深知父親係因為情緒鬱烈、飲食失調，先至日漸消瘦、病情反覆，所以李榮豪夫婦由飲食調理同情緒疏導兩方面入手，日日悉心照料，耐心陪伴老人慢慢休養、慢慢痊癒。為咗幫李家鼎調理腸胃、改善胃口，林如謙花盡心思，鉗對老人嘅慢性腸胃炎，精心搭配清淡養胃、營養均衡嘅膳食，日日整唔同款式嘅三餐，堅持日日上門送飯，從未間斷。面對情緒低落、經常冇胃口嘅老人，佢從來冇半點不耐煩，反而溫柔開解、耐心勸導，一步步引導老人好好食飯、規律作息。日常起居方面，佢更是無微不至，事事操心，細心打理老人嘅生活瑣事，時刻留意老人嘅身體變化同情緒起伏，默默付出，任勞任怨。而李榮豪就長期貼身陪伴喺父親左右，一有空就陪住佢傾偈解悶、開解鬱烈，耐心聽佢講心事，一點點撫平佢內心嘅傷痛同心裂。日復一日嘅溫情陪伴同細緻照料，慢慢治癒咗李家鼎身心嘅創傷，令佢逐步走出低谷，重新對生活重拾希望。今年父親節，李榮豪特意放下手頭工作，帶父親出外聚餐過節，令久違展露笑容嘅李家鼎好好享受親子時光。而喺7月4號，李榮豪再一次分享暖心日常，喺自己嘅 YouTube 生活紀實短片入面，公開咗一家3口同遊九龍城老街嘅溫馨片段。鏡頭底下，李家鼎精氣神全面回春，狀態極佳，同之前憔悴病態嘅模樣判若兩人，令無數網友大感安慰。今次出遊嘅李家鼎狀態煥然一新，完全睇唔出已經係81歲嘅長者。
佢穿搭清爽新潮，隨性自然，活力十足，完全唔輸俾年輕人。佢反戴一頂淺藍棒球帽，搭配簡約藍色襯衫，造型大方利落，精神十足，徹底擺脫咗之前嘅頹氣。樣貌上面嘅變化更加一目了然。之前凹陷乾癟、乍黃暗沉嘅面頰變得飽滿圓潤，面色紅潤有光澤，氣息穩健充足，徹底告別病態憔悴。成個出遊過程入面，李家鼎全程笑容滿面，眉眼之間盡顯慈祥溫和，一舉一動利落從容，沉穩得體，施雍敏捷，反應靈活，精神狀態極佳，完全冇高齡老人嘅自頓同威微。李榮豪今次特意帶父親重遊九龍城老街，除咗陪老人散心消遣之外，更重要係帶佢重返充滿回憶嘅舊地，重拾昔日溫暖記憶，進一步撫平老人心中嘅心裂。九龍城老街承載住李家鼎大半輩子嘅生活足跡，亦都留住兩個細路仔細個時候嘅成長點滴，係佢最熟悉、最有情懷嘅地方。漫步喺熟悉嘅街巷，望住身邊熟悉嘅老店同街景格局，李家鼎嘅心情越嚟越舒暢。昔日嘅溫暖回憶，一點點扭散心底嘅陰霾。雖然已經年過八旬，但李家鼎嘅記憶力依然超強，完全冇衰退跡象。穿梭喺縱橫交納嘅老街巷入面，佢可以準確講出每一處舊地嘅過往，清晰記得舊時戲院、當鋪、老店嘅具體位置同當年嘅樣貌，娓娓道嚟兩個仔細個喺呢度生活玩耍嘅點滴趣事。講起往事嘅時候，佢中氣十足，語速平穩，邏輯清晰，條理分明，談吐從容儒雅，盡顯老一輩香港街坊嘅深厚閱歷同歲月沉澱落嚟嘅沉穩氣度。途中偶遇老街街坊，佢都會熱情寒暄，輕鬆傾偈，點評唔同老店嘅歷史同特色，言語之間滿是市井溫情，樸實又接地氣。成段旅程輕鬆愜意，暖意融融，一家三口邊行邊逛，邊行邊食，沉浸式感受老街嘅煙火氣息，一路打卡各種經典地道嘅街頭小食，盡情享受溫馨嘅親子時光。佢哋首先品嘗咗香港經典街頭小食雞蛋仔，外皮金黃酥脆，內裏軟糯香甜嘅口感，令李家鼎食得津津有味。之後一行人走入老牌甜品店休息，品嘗清甜潤喉嘅地道糖水，舒緩行路嘅疲憊。對比低谷時期冇胃口、不思飲食嘅狀態，而家嘅李家鼎胃口大開，食慾極佳，遇到中意嘅美食會主動開口想食，不再抗拒進食。飲食狀態大幅好轉，令佢身形練實咗唔少，徹底擺脫咗之前消瘦乾癟嘅體態。席間氣氛溫馨自悅，李榮豪同太太林如謙好似普通年輕情侶一樣，輕鬆打鬧，甜蜜互動，氛圍融洽溫馨。一旁嘅李家鼎靜靜望住兩小口喜氣，眼神溫柔，面上一直掛住恬淡滿足嘅笑容，畫面自悅又暖心。呢段真實溫馨嘅日常片段，亦都有力打破咗早前流傳嘅負面謠言。之前李家陷入家庭風波期間，有唔少不實流言惡意抹黑新婦林如謙，磨端造謠佢操控李家鼎嘅日常生活，干涉老人私事。呢啲虛假傳聞一動到咗好多網友，但日復一日嘅真實相處細節，早已默默揭穿所有謠言，傳完咗最真實嘅翁媳關係。自從前妻思明離世之後，林如謙就主動擔起照顧公公嘅責任，日夜貼心守候，悉心照料，風雨無阻上門送飯，打理起居，耐心幫老人調理身體，開解情緒。佢任勞任怨，不求回報嘅付出，李家鼎全部睇喺眼，記喺心。私底下，李家鼎多次公開大讚新婦懂事孝順、踏實靠譜，直言多得新婦悉心照料，自己先可以過上安穩舒心嘅晚年生活。真心嘅長久付出，換上最真摯嘅親情。而家李家鼎同新婦相處融洽，關係和睦，翁媳之間溫暖有愛，毫無隔閡。一家三口開心出遊嘅溫馨畫面，完美展現出和睦美滿嘅家庭氛圍，令無數網友大為感動。呢條生活短片上線之後，迅速引發大批網友關注同熱議，評論歐滿係暖心祝福，熱度節節攀升。好多資深粉絲同觀眾紛紛留言送祝福，話言道鼎爺走出低谷，重拾笑容同健康，內心倍感欣慰。
唔少網友感慨，李家鼎可以養好身體，走出心理陰霾，安享安穩晚年，全靠李榮豪兩夫婦不離不棄、細心極致嘅陪伴同孝順照料。亦都有觀眾見到老人家大口食小食，胃口極佳，笑容滿面嘅模樣，直言終於可以放心。呢位一生硬朗、飽經風霜嘅 TVB 資深揮骨，晚年接連遭遇至親離世、家庭紛爭、病痛折磨嘅多重打擊，一度鬱鬱寡歡、意志消沉，卻喺細仔同新婦嘅溫柔守護之下，慢慢放下過往心結，告別病痛潮水，重拾平淡溫暖嘅市井日常，安心享受難得嘅天倫之樂。歲月最暖係真心，孝心最能治癒人心。李家鼎嘅晚年重生，從來都唔係偶然，而係子女真心相待、用心陪伴嘅烈果。褪去熒幕光環，拋開俗世紛爭，而家嘅佢不再係熒幕上面硬朗霸氣嘅老揮骨，只係一個享受親情、安享晚年嘅普通老人家。從容自在、安穩舒心嘅晚年狀態，不單只係對過往所有苦難嘅慰藉，亦都係李榮豪兩夫婦孝心最好嘅回報。呢份溫暖治癒嘅家庭溫情，亦都令一眾粉絲同觀眾倍感踏實暖心。